安真好。安真好，因为抬头纹啊，会有愈来愈深的感觉。安尼哦，啊你抹抹啦。伤忝啦，哎，啊，你刚刚开始啊？嗨，多开始啊！突然间就开始啊？无啦，我甲你美容的太专心了。嘿，无啦，爱对开始啊！你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哎呀，你抹这要创啥啦？这是泥膜嘛？泥膜是落膏仔膜呢？落膏仔膜啊，这是本来是涂呢。嘿，系啊，落膏仔膜。啊，这会使抹咧面呢？会使，清洁毛孔上好的天然的。嘿，啊，重点这跟咱的主题敢有关系？有关系啊。有关系？有关系啊！啊，你无相信我，我甲你讲，有一个上公道的装置，就是这咱的超级智慧互动装置。哦，你讲这个智慧感应就对啊。啊，你的面吼，你的额头安尼，就甲伊捂了。捂咧，就知影要创啊。咱的答案就会显示出来。捂了就有啊。有诶，你去。捂咧，安尼就有啊。有咧。过一摆。有咧。啊，我知啊，你戆面无够智慧，所以无互动。过来多一点，你搁去看。搁一盖。捂落。无救啊！伊这智慧，我戆面咧。你戆面咧？所以伊无得改面的。系啊，你这个死查鬼啊！你真正是，你是固定人啊！你真正是固定啊！到迄个，你即摆愈来愈大胆，你愈来愈大胆的哈！等下你莫拍这鬼啊！哎呀！拜托。你莫拍这鬼咧啊！这是咱导览。啥物我莫拍？团家之宝呢？团家之宝？嘿，这鬼咧，啥物团家之宝？你莫搁拍啦！是以前莫生气，老爷。啊，老爷，你我安尼，你甲我讲戆面，我会使莫生气吗？你哦，你这。新的啦，老爷。提走。哎，你哪甲人去提走啦？咱莫拍人，要去佚佗，要去佚佗。但是袂使提走。我这下甲收起。收起来。呀你吼，你若讲黑白啦，我就随挑。歹势，我袂。啊，你要去改名，会使改名呢？对啦，咱要去佚佗的，你莫今仔日莫拍人。袂使改名，我就真正摕出来拍哦。要去佚佗的所在。你用。好，足喘的。好，咱今仔日要去佚佗的所在，到底是啥嘞？东。哎，我真正有咧。莫拍。有呢吼。莫拍，收起来。好，护理哟。花莲护理。喂。花莲。护理哦。对。这个所在可能较少去哦。较少去啊！你敢有听过有一个所在叫做罗山川？唔捌，罗东我捌，罗山唔捌。罗山川吼，这罗山川足牛呢，是全台湾第一个头一个有机川。安尼，你先莫讲，我去送小队的迄队员来啊。上啊，江婷，你好，谢谢啦。哎呦，麦高有村呢吼，什么麦高有村？这外好的呢，这是钓高呀。高明，我嘛要摕，你嘛头，这要遐头，我狗料发头章，够爱哦，你爱啥物？你确定这嘿。那是狗料的发头章，你不是兄弟吗？对，好朋友好兄弟。这样看呢？嗨。你来。我来。你啊，使写嗨嘛？我嘛写嗨。没啦，你改名去咧？我改名。啊，那今仔日要去的所在，有走出来，表示你有智慧。啊，真啊！对。我全家有智慧，我上有智慧啊！对。安怎改名？啊，你等下吸的。无呢？有哦。你看，我有智慧啊！来，我你。加一点嘛呢？那有智慧一点就我真紧张呢。你试看。哦，等下惊呢。惊。哦，我来哦。会颠着未？到。
哎，无呢。你敢讲我戆面呢？你嘛戆面呢？哎，所以咱有智慧的徛一边呢。对，你嘛安尼啦，卖过来，无啦，气生小对。爱去算，爱去算。拄则讲要去啥物？乐山川。乐山捌听过无？有听过呢。系啊，安那看起来公民，啊，佮听过安尼袂伫使。倒位？伫花莲啊，捌去过？敢若有哦，啊，你捌可去过？能有哦。遐有啥物？遐有山啊，落山，山。啊个啥？那个有这落果梅。落果梅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真正知影呢？对啊。哎，我是无去过，但是我是为着要去遐吼做足侪功课的。连到吼，你知影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差不多4年前我已经规划好要去啊，结果拄着风台。哇！2年前我规划好要去啊，结果囡仔去到遐了，讲伊要行海线，无要行山线。哇！啊，去年我搁去，结果咧朋友讲无紧，咱来去迄个海洋公园，搁活过，搁无入去。嘿啊，所以我做一堆功课拢无去过。安尼今仔日敢是你导览？哎，今日不是，今日听讲会使来遮试算我看。真正免烦恼，你唔捌去到，但是咱的导览先生今仔日有来，带大家去佚佗。哦，先听听，若好耍，咱才来。赞！我要介绍正正请坐，就车。这过偌久，会使佚落？差不多2天。啊？你这死杂鬼！你这个死杂鬼啦！好啦，老师甲请出来，都咱先先。OK， 伊是正港的富二代。哎呦，有钱人。部里种稻第2代，还在叫富二代。哎，欢迎我的导览先生阿翔。富二代。老师你好，这是我你好富二代的阿翔老师，你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益贤，大花莲护理。大家好。耶！老师，咱今仔日有考核要画一个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啊。好。后里罗山，天然资源真澎湃，好食好耍甲好料，欢迎你来去看卖。老师下次欢迎。你好，落瓜梅。哦，就是迄个泥，就是迄落果梅的。对，甲伊讲落果梅，阮遐发音是安尼啦。是。你嘛叫落果梅对嘛？对，阮遐人讲落果梅。老师，拄啊，伊要派去你的传家之宝呢。哦，这嘛无算传家之宝啦，阮遐。嘛会使安尼讲啦，因为阮遐吼，都出产足侪竹啊。所以讲，这足侪物件拢是天然的物件。啊，这咱即摆做梨仔这吼，最主要这冻水这就是贵竹，这算阮遐的副业。所以啊，问到阮花莲上后做梨仔，就是阮罗山川。较早阮是出口去台湾足侪所在，拢阮遐做的。就是安尼。这梨仔好处就是出日头会使滴。落雨嘛会使滴，对，所以讲哦，较早这两用的。老师无智慧敢会使滴？哎，这大家拢会使滴。无智慧，来，你看。伊讲吼，你若出日头嘛会使滴，啊若落雨，安尼敢有靠智慧？你莫甲我讲哦。对，落雨嘛会使滴，我对，嘛会使嘛，对，风水嘛，哎，对，这风水，对。你若倒着我的皮衣，我哎，对，你也看，哎，对。真正有效呢，看马面有淡面嘛？袂这袂淡。头壳水，哎，拢无呢。拢无，啊，敢有智慧？嘛是无，啊，像无伊无淡去。啊，恁即摆迄个社区，你有甲伊规划一个所在啊，带大家踮遐你导览安尼哦？对，因为阮罗山算政府吼，足早就伫阮遐做算讲一个改造啦吼。诶，用国语讲农村再生。即摆大家较有这时间去佚佗嘛。对。所以阮到民国80几年的时阵，阮就开始改变阮算讲庄脚经营的方式啦。上早迄当阵啊，阮爸爸迄代你看阮爸爸今年已经85岁啊。就差不多我即个时阵啊。就开始，阮罗山川就改变做有一个名称叫体验农家。就是咱都市人
去庄卡，去遐大，去大只嘛呢？对，啊，大家总知影吼，去庄卡甲咱都市哦，空气无共款，所以就足侪人去遐大。啊，但是大总爱有一个物件，互人佚佗啊，啊，就算较早阮遮传统的物件，在地的物件，互大家知影。哦，像这个啊，嘛会使去遐学做，这会使去遐做，对 ，DIY 就对啦。啊，你若去农村，你想要创啊？我想要去学竹笋。我想要耍落瓜梅，啊，我买落瓜梅，欢迎。拄啊讲好耍、好食、好聊，拢有哟。中所在。安尼咱紧来看卖哦。爱有落瓜梅我才买哦。好，来。欢迎老师，鼓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住花莲富里的林奕成，大家拢叫我富里阿成。啊，阮富里啊，足侪好佚佗、好食的物件，欢迎大家来。对，就真正。好，来，我即马开始一各位介绍。你看到头一张，这是啥？凉你甲雷啊做这样的吗？这不是雷啊，你有看像一个卡通人物叫啥？小美人，太大声！谢老板啦，其实刚是个龙虾啦。这用啥做的呢？就是阮遐因为出产米，足有名的，挂稻啊挂沙了，就会留足侪稻草。所以阮富里农会呢，伫5年前就开始利用这，算讲咱无用到的物件，搁甲创造一个艺术品。哦，这毋是咱遮请专家去做的，这拢阮在地农民做的。这厉害，对，来做，哦，这吼，甲你讲，你看这台车有水无？水哦。啊，你看，含这只小熊拢做甲足像的。这恁家己做的？对，这个做这台车的人，平常时啊，伊拢种果子尔。伊种果子尔。伊毋是一般的在做这啊。无，啊，但是因为这几年一直做，一直有兴趣，啊，而且伊的手艺足好诶，即马开始有人请伊做。哇！哎，对，变伊的副业啦。对，来，咱后一张。哇，这么够厉害！对，所以阮去遐做的时阵吼，毋是敢一只尔，啊，足侪只的。吼，你看，这种半只的，这有一半的吼，啊后壁毋是有看到几啊只。A 手势是安尼呢，比爱心。对，你有看这吼，比酒米对无？爱心啦吼，对。好，你看这哪有遮侪只呢？就是阮每一年吼，富里农会拢会请这老师甲做一只这大猩猩。是。因为大猩猩对伊家庭吼，甲伊住的所在，这个保护的能力啊，足强的。所以讲，我富里农会就甲这个猩猩选做一个主题来代表。阮为了坚持做有机的迄个精神，就是安尼。伊嘛甲恁保护啦。敢若金门风师爷咧。对。哦，对，这就是啊，阮伫开放的期间吼，这个囡仔吼，走去遐佚佗，老师带遐。你啊看这个比例，你就知影，阮猩猩毋是做细只，足大只。3老管吧。差不多吼，差不多6米管。6米呢？对。伊敢会就用就高就是。简单倒去袂，其实这做吼，因为咱稻草是天然的物件，吼啊，为了保护这较久的，啊小可咱个喷一个迄个保护层的会较久，差不多会使放一冬，会使放一冬，嘿对，放一冬。做一只安尼6米的，爱偌久？爱开这可能爱真10个人，爱真个月来做。哇，对，因为做其实伊做足油的。伊迄内底卡内底嘛是稻草，毋是阿公阿妈内底毋是稻草，豆腐啊，叫卤包对啊，一点钟爆伊其实内底有一个结构啦吼，一般来用树啊、竹啊拢会使。这就毋是稻草，这就是竹啊。这规只拢用竹啊，无用其他。你看这拄的，吼内底结构拢用竹啊。像咱拄啊看到迄稻草。因为稻草无烂嘛吼，对，伊较嫩，所以讲伊就内底有迄个茶，用茶甲先甲做一个结构安尼。是。那这吼是咱遐即马吼上介济人去的，因为伊伫台九线边仔尔。对。过来，阮讲米，对无？对，富里米足有名咧。足有名，
我以前好米爱有好啥，一定爱有好水，对。这就是阮遐上有名的吼，叫罗山瀑布。哦，其实这阮做囡仔的时阵，这个瀑布就足侪人去啊吼。这条你看的，无看到迄个溪底啦吼。其实这条水叫雷亚溪。雷亚溪，嘿，啊雷亚，吼，这个雷亚嘛叫雷亚，草雷亚嘛叫雷亚。啊，有一个阮较早做囡仔的时阵，尖尾雷。嘛是雷啊，烧酒雷啊，对，烧酒雷，嘿，但是阮遐是尖尾的雷，甲烧酒雷迄种雷啊无共款，哎，所以阮大地人拢讲，阮遐叫雷啊溪，雷啊溪，嘿，就是因为阮迄条水源叫雷啊，雷啊溪，足侪雷啊，对，所以号名叫雷啊溪。无啦，你甲看吼，伊这安尼规个安尼嘛是像一只雷啊安尼啊，有无尖尾的安尼？哦，对，嘿，对，这要有智慧才看有。我有智慧。来，咱过来看这张，你有看到这无？咱第一讲落瓜糜，其实这落瓜糜毋是咱去甲叮当甲拉好出来吼，其实这落瓜糜啊是为土骹抹起来，伊天然的，敢会烧？会烧无吼？咱这个摸的时阵哦，伊规年烫天的温度差不多26度到27度尔，所以咱去摸的时阵，像即马吼较冷，你摸会烧较温啊，对，那寒天去摸是烧的，哦，因为伊比咱的手较烧嘛。啊，那热人就是算冰的。对，哇，嘿，拄啊，恁看到恁去摸，其实就是这吼，这落瓜糜，吼，伊这落瓜糜足油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咧？吼，就是因为阮诶地形的关系吼，就是讲我用板块，阮拄啊迄两个板块交接遐，对，抹起来水，这水咸咸哦。哦，有矿物质。对。嘿，好对，讲到咸咸，就爱讲到这个题目吼，用国语讲叫唱绝。唱绝。对，啊，台语我袂晓讲。就唱秋。哎，对，好名。哎，这种物件吼，爱生到伫搭诶，都是伊在遐爱有水。有水。而且水是上好，有小可咸咸。对，哎，所以讲伫遐阮遮有，规台湾若有。种这拢是去阮遐口的，哈，真正哦。对，嘿，植物园啦，哦，足侪所在要富裕这个物件拢去阮遐，哦，因为即马足侪所在已经无啊。哦，嘿，对。啊，你若一张卖100，好呀哦。这阮讲真诶啦，阮有甲保护，其实这围起来，嘿，都惊人偷慢，因为伊算稀有植物，嘿，对。爱保护。对，嘿，来。咱若看煞这拄啊，迄个鹿谷糜啊，啊，搁迄个地物了边啊，就是咱即马看到这，哦，这个用拄啊咱讲的做雷啊，迄就是这，哦，这就贵竹，嘿对，你若看到竹啊吼，若迄线一直生，就是贵竹。贵竹拢安尼幼吗？无，嘛有足大棵的，嘿。其实这较早吼无整理的时阵是足捌的，吼尾啊因为经过人工小可整理者，阮甲这个石板甲铺起来，就会使互人去行，吼对，这有像拍电影迄无？卧虎藏龙。对，所以讲吼，咱看这是一角尔，其实迄一片几啊公顷吼，我已经整理出来啊。这大片啊！对，即马迄算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，对，景点嘿对，阮遐即马嘛互花莲县列为。必走步道哦，新的哦，新的，这几年阮遮用好诶。赞的。咱除了这吼，这好诶风景加这个资源吼，其实啦，咱有足侪爱有好食诶物件。啊，对。讲到食物件，伊上欢喜，伊嘛欢喜，什么？来，咱今仔要介绍诶吼，像我哋柚子吼，哎，即马咱要用什么水来做豆腐？阮遐上有名的就是豆腐，对。哦，咱即马看到这3杯水对无？是。这3杯水吼是无共款的水。咱做这杯好食的豆腐，到底是要用倒一杯？是用头一杯迄足清气的清水来做？是开水吗？开水。对。第2杯你要看咧白是咱薏仁水。毋是西米的水。哦，米粉。对，嘿。搁有。第3杯，哦，这鹿谷糜的水就是阮遐
拄啊，咱看到迄剥起来迄，这敢袂使啉？这吼无咧啉的。安尼就无使做豆腐啊。啊，无一定哦，嘿，无一定哦，嘿，对。好，来，大家摇看卖啊，嘿，你会使看卖者。免摇。安那你会当？你喝皮塞。一定爱。哦，这有一个味呢。是不是咸咸？这有一个味呢。你啉看卖。你袂使啉，哎，讲袂使啉，你更加嗨。应该是落果梅味吧？可能有这个可能咸咸。有一种迄个，卖有一瓶，敢若迄个碱性的感觉。嘿，基基味，点点啊。我袂晓讲啦。这敢若果啊，细汉用迄果啊去味，果啊要打去的时阵，果啊去味。你的问题是做豆腐是用对，咱这3杯水是用主要，嘿，对，是用倒一杯水。我要一定要上盖清气的清水。清水1票，你咧？清水2票，你咧？上盖乌的。你着上盖乌的到底答案是啥咧？上足有智慧。看卖我业种有重无？但是阿上有智慧。啊，对，是乌水哈。你用乌水要做白豆腐。对。做出来是乌的还是白的？哦，咱这杯吼，这杯水看是乌无唔对。咱去摕的时阵，不管你当时去摕，拢即落色。所以咱摕倒来吼，不要紧，咱先等者，差不多等10天过。这水这所有的落果梅，拢会沉伫下骹。会塞底。对，咱就摕顶头迄清气水，咱10天过就会像迄只清气哦。就是安尼。对。其实咱就吼，甲放伫莫甲叮当，经过10天就像变啊清气。伊这垃圾啊拢会沉伫下骹，咱用这清气水，甲倒落，你看，咱拄啊摕到一个。哇！就是对，阮这毋是敢若一窟尔，几啊10窟咯。对，所以阮遐的人吼，拢会用这个水来做豆腐。啊，大家也袂奇怪讲，奇怪这乌的水哪会摕来做豆腐？尾啊，大家经过阮解说，啊，亲目睭看到才知影讲，原来迄个水会使做豆腐。对，咱什么化学原理哈？好，咱来讲者，这水为虾米会使来做豆腐？就是因为这个水。哦，就含有一个咱台语讲盐露这个成分。盐露。哦，盐露，对，做豆腐爱盐露，露水，可以凝结。对，其实咱做豆腐吼，伫台湾分2种，一种是用迄个石膏，另外一种就是盐露。啊，为什么这个水吼？乌这水甲盐露有关系，就是咱拄啊看到迄摸起来迄个水啊，其实是甲海水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。无怪你讲咸的。对。啊，海板块的迄个。对，因为较早这水就较早伫沉下骹嘛吼，啊，因为板块积落了，就摸起来，拄好伫阮厝兜边啊。所以你做的豆腐是火山泥豆腐。对。听咱讲，想要食看卖无？对。海板块豆腐啊，佫较厉害。对，来，想要食看卖吼？要食吼，来，咱来试看卖啊者。来哦 ，waiter，waitress 来哦。伊的色字真正是白色的呢。我逐工食，恁食。这会食。恁食，不管你用这瓦萨米。啊，这是豆油膏，啊，到是这辣椒酱，直接安尼食，免处理。这拢是恁家己做的吗？对，拢。我爱食原味，是吗？我嘛想要先食原味。啊，互你食好啦。我逐工食，来。这火山无共哦。伊较甜一丝啊。你食看，真正无共。无共，真正无共。真正无共。为啥物无共？有够加落有够高的。嘿，伊啊，佫袂散去。对，口感种。伊较甜是无吼？较杂白。对，较杂白。啊，最主要是伊的蛋白质较悬。哦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咱用石膏做的蛋白质哦，因为伊较嫩嘛吼，所以其实伊的豆腐水较济。是。咱蛋白质较少一丝啊。啊，咱来用盐露做的豆腐，蛋白质会较悬。系啊，伊较袂准，啊加起来较香。都有一点仔咸咸，你佫袂破去。赞。来加食一个啊！加食因为这好食。这袂歹。咸叫我就香诶。对，豆啊我家己种的。哦，家己种的啊。家己种的，啊，毋是进口的，较方便。因为阮遐是有机村嘛，所以农委会就希望阮家己用台湾的豆啊。啊对，而且我家己种。我佫想要问你，你讲想要问一个，歹势。这样才插上去。来啦。这几个螃蟹。啊，陈老师，阮迄个时阵吼，我有上网络查资料，是毋是大家去拢会使做豆腐？
对，阮会为豆仔开始吼，一步一步，甲你做甲变豆腐，吼，对，所以你会看豆仔开始对。我是要带人去 DIY 啦，感觉足好耍的，哎，足好耍的吼。好，这豆腐拄啊，迄水吼，唔那会使用来做豆腐，来咱看一下啊，来介绍一下，爱用一个物件，嘿，老天送给我们的礼物，来抬一卡桶嘞，又看卖啊，哎，这卡桶是虾米用途？爱用这个物件，人家摕到。这豆腐吗？豆腐是用水，啊，这跟什么有关系？你要用你有看卖啊？无意思，甲什么产品？我知，你着摕这去养迄绿瓜仔糜啊，等于恁兜摄影区去角。哦，这伤大卡啦！火山泥，什么冰河泥，赶快呢去角质的。咱一开始咱淡仔咧敷咧，摕绿瓜仔糜转起来。伊是不是在缀物件去缀豆腐？缀豆腐，伊讲甲印度赶快安尼缀豆腐。你有够适合的，你真赞啊呢！缀豆腐，缀豆腐，啊，相平你咧？我感觉是，刚洗身躯的时阵是安尼洗头。咱的问题就是这卡桶是做啥物的？又看卖啊！又看卖啊！你创啥？伊是缀物件，洗头的，啊，搁有缀绿瓜仔糜，到底答案是？来看一下。哦，对。你也看到吼，其实拄啊是安尼缀物件，啊，伊是倒壳，嘛是缀物件。对，想要搞，对。是我讲的装绿瓜糜吗？是吗？唔是，伊是壳底迄拄啊，咱看迄绿瓜糜，啊，恁拄啊边仔看到是足侪迄个泡，泡对啊，嘿，迄个泡就是亚树。哈，所以咱是安尼用壳来，这倒边仔倒一支讲了，咱的亚树伫边仔会走出来。哦，对，哦，足恐怖。你即摆讲，你即摆才个壳咧？对，啊，这是倒讲。对，你记就是讲，这支对，啊，这讲才会对啊。走来后一张，看者。好，去引导啦，看这瓦斯哦，还有汤哦。你讲，这就是人讲的天5星级的天然雅树，真正有升级呢，你雅树都免钱。头水跟头瓦斯，对，水也免钱，雅树也免钱，雅树也免钱嘿。这是豆腐收较贵，这是有地位，那有厉害啊！就地取材。啊，你安尼偷接雅树，你安尼才有智慧接天然的雅树，啊，等去吼，安尼迄危险袂？袂。啊，因为伊这雅树吼量无介济，所以你要看这火无介大。其实这已经开甲上大。啊，因为伊的无压力无大，像咱知影咱雅树桶开是毋是安尼呼叫？对，所以这压力无大。温啊火安尼。对，温啊火尔。啊，你烧啊，就是去点着，啊，伊直烧尔。啊，像一般伊是袂来煮菜啦。哦，因为咱炒菜火爱较大。啊，无你拢用这个创啥？创啥？滚汤。哦，会使煮烧水，豆豆滚汤，对，煲汤啊，够巧的。是不是会使滚豆奶做豆腐？豆奶我无用，你无用。温度要掌控对无？对，因为这讲真个有较细啦，所以讲阮遐人就是讲，咱兄水，比如讲咱即马开始冷水落，甲暗就会使用啊。对，嘿，啊，因为无介滚嘛，所以讲伊的蒸汽走无济嘛，哎，所以就一直烧。啊，若无用真正有烧，咱就关掉就好啊。所以恁规砖头拢是头不有智慧将天然加水啊？无规砖头啦，就阮兜附近啊有几啊户。哦，嘿，对。恁兜附近啊，还有厝要卖无？会较省，省足多。对。加水入去呢。对，阮其实听有人就是用这煮滚水啦，遐足侪物件，伊拢恁兜就这足侪大卡的物件。逐工有。无断的。我知影要去遐做啥物生意啊？做卖中药啊，甲人讲抓药啊，对，讲2免钱。啊是讲帮萝卜，代客煮菜，豆豆肉上香。卖茶叶蛋呐，啊茶叶蛋，对，开落一直困就好啊。好，安尼好来。OK，阮确定要去啊。咱会使啊啦，会使啊。啦，这最重要的朋友啦，好朋友，你尊重者，我跟他。尊重我呀，我啦，真是哦。你这
你手机，自己害我。哎呀，但是老师我真正是善用老天爷给的礼物，煮完嘿，但是拄仔讲吼。伊就着急要看你的好朋友呢，因为甲你上介意的有关系。你上介意食的，嘛是你上介意的人。对，老师邀请你的好朋友出来。我阿惠子啊！阿惠子你讲你上爱食嘛是上介意的，这就是我上爱食的物件。我跟你做的松饼，但是拄仔你有看到老师，松饼来，伊的手就伸出来了。这是你上爱食的，对，啊上介意的人，所以伊是你的。阮牵手啊，水果的就对啦。今仔日准备的这是特别的点心，大家你嘛在食啦，这紧吐特别的松饼，你嘛我嘛煮些好。哇，这是菜吗？这是菜吗？会使食一定是菜啊！你食看卖啊！阿新哥哥因兜嘛食菜哈。对，我甲恁太太拢食素食。我叫，来。去看卖，又看卖内底有什么材料哦？哦，哎呦，什么材料？拼起来胖胖。鸡卵糕啦，嘿啊，鸡卵糕啦。鸡卵糕。即摆互恁学，又看卖啊，内底有掺什么物件？你这个口感唔是松饼，唔是松饼，拢白色的哦，唔是松饼，白色的，唔是白色的。大饼。是安怎因兜做出来物件拢 QQ 哈？QQ 对，因兜这 QQ， 对吧？QQ，但是就扎实。即摆有较冷啊，吼，可能较 Q。若讲真正拄啊烘出来时阵吼，用迄个拄啊烧吼，会搁较脆，加好加香。你讲，这是对我呢。你有掺淡薄仔绿果梅，所以瀑布啦，那找到，是这意思嘛？有。迄内底的色果毋是迄种白色迄种的，对吧？所以是火山泥哦，应该是吧？你就月底食土，食土啊！无钱的时阵就是乌绿果梅来掺。而且这是家己接把树，知道无？我嘛有想咧吼，对安尼接来用烘的吼，用电的啦，用烘的绿果梅松饼啦。你想要搞一片？唔是啦，唔是吗？唔是，爱讲材料吗？咱坐一食无？咱开讲哦，对安尼啊？有无？无。你无地位，你紧两个，无。我讲无地位，咱两个讲，咱做伙看。0.5加0.5，一模一样。这两个无地位，拢无地位。你看，咱两个过去都有啊，来，你两个走，你两个走。无地位。你两个走，我两个有地位。讲荧幕安尼无。这两三。有啊。歹势，恁两个嘛无。你也无地位的，真正有地位的是这两个人。来讲，这是什么什么的材料？对，恁这看内底啊，你就约出来，无约出来吼。好来，咱来公布答案，内底有掺什么物件？第一，无牛奶，有豆奶。豆奶。对。无米粉，有米粉。米麻落的粉就对。对。一个就是。阮的豆腐，豆腐一般拢是甲倒咧产泥啊，对，一般拢倒咧做肥料，做饲料。对，有人讲豆头，有人讲豆腐都可以，拢会使。你来做这？为什么我会来做这？你知无？我兜有两个足古锥的囡仔，一个袂使食牛奶，一个袂使食米粉。所以牛奶你甲改。豆奶，米粉你个该米粉，那就特别啦。因为阮家己种黄豆啊嘛，黄豆拢摕来做豆腐，剩咧豆腐一般拢是你拄仔讲的，摕去做肥料，摕去做饲料。阮兜有饲鱼啊，所以阮的鱼啊是饲鱼啊。鱼啊嘛食素，嘿，对，唔是食土。对，个。我都想讲，因为我的囡仔对米粉过敏嘛，所以我就想讲，这会使摕来做烘焙材料哦，会使做饼干，我就搁甲摕来做松饼。嘿，因为伊袂当食外口的米粉啊，我感觉对伊安尼是足健康的，因为咱黄豆内底、豆腐内底有足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搁有蛋白质。嘿，你看阿惠姐咧讲话啊。
他身高伫边啊，那新妇啊，安尼。哎，卡在哇，你讲伊样一直安尼。你讲个囡仔拢，伊拢一直安尼。含情脉脉。因为这是爱情的结晶。这个物件就是阮太太吼，伊是甲你陪囡仔会较用的时阵吼，家己哪变出来啦。哎对，啊我讲哎嘛足趣味嘛，佫好食。会使家己做。讲到豆泡。对，即摆看到这就是今仔有阮的秘密武器。这敢会使食？这会使食吗？这是青的，会使食。会使食。哎，真的，直接食会使。真正会使食。哎，安尼恁拄仔食过是烘过吼，啊，即摆这是青。煮过。嘿，已经煮过的。嘿，但是还有一个用途。有一个用途。嘿，有一个足好的功能。虾米用途？除了是鱼啊，是囡仔，够用途。哎，佫会使。它是最天然的清洁剂。啊？伊要洗啥物？哦，有一个阮先生就去修理伊个机械，啊，就手拢全乌油，啊，伊就想讲无物件，伊就抓一把搓一搓，洗一洗。啊，我有当时啊，真的啊，有当时啊卸妆对吧？我买台摕来做卸妆，所以伊做清洁用品是种天然的环保的。这免用什么卸妆油啊？是不用。你相信吗？我唔相信，你唔相信？你伪装的，这你敢袂用？无，我甲你讲，这吼，这啊当场试看卖啊！你只有迄什么？大家试看卖。眉笔还是啥货？这是人体彩绘的笔。人体彩绘。你摕这，我感觉你会搞我害你。我甲你讲，我拿三花过。你爱什么色？等，先讲好。这爱找一个人出来画嘛。这爱公平用量的。无，咱用阳剑的。用阳剑。我甲你讲，剪刀石头。无，爱4个人拢用。4个人拢用。哎，搞无关系，我一个哦。你袂使走啊！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敢若一个美女，对无？大家嘛较爱看美女，是咪安尼？哦，好，爱公平嘛，咱两个赢的人才会使甲画。好，咱咧公平嘛。你讲我想要讲，莫讲这么无公平。你讲我想要讲我，莫讲袂无。哎呀，从头到尾拢无讲话，你知影为虾米无？安那？因为我知影我拢会互人话。你准备啦，你准备。有心理准备啊！来啊，你养了会使画一笔安尼。拿刀石头纸，吼，你。哎呀，一边尔遐，一边尔，啊，袂使等你种啊，画手啦，莫画面啦，无啦，咱就轻轻画就好啦，是毋是？拿刀石头纸，好啦。哎，我实在是感觉足好耍的呢。我就知影你讲正经的着，是毋是安尼？来。你看后盖袂使等哦。袂使等哦，这阵难的呢。你迄看到迄伫对啊？无等，来加刀石头纸，哦，加刀。两个人这位。加刀石头纸，哦，你话，我用等，你坐好啦，阿妹，你坐好啦，你坐好。你才有人缘着，一定要有一条迄个梅兰博。嘿啦对啦，才有人。阿雄，你看到个换无？哎，等下。上重要的是卸妆，爱豆婆，你两个拢袂记得啦。上重要的卸妆卸看卖。卸妆是安那爱卸？对啊，爱卸看卖啊。爱卸无？安尼讲我多。你看袂出来啦。啊，伊哦，你真正是毛高怪的。你等我过一集嘞，我过一集，你妈嘞，我快在眼光啦，你看。你莫个走。你莫个走。好，你卸妆。你卸妆。好啦。好吃。进来，应观众要求，你坐好。你个走更啦！进来。啊，画口红啦。好，画口红好卸啦。撩完。有啊。有啦，淡光。有水啊！鼻毛。袂使，伊家里都有一集的。无要紧啦，会使补。你妈叫想我甲你做，你在哪边对？会使哦。跟我呀，爱威嘛吼。卸妆啦，改
来卸妆来，手给了。熊哥，你来卸妆，卸妆，试看卖。这今天这厉害吗？这些先用掉啊！我告白耶！我嘛爱试看卖，你帮我提。我嘛爱试看卖。啊，你撸落去，哎呦！安娜。哦，可以 lucky 呢。lucky 啊！你看，所有的迄个化妆品拢咧迄个可可怜。豆渣、豆破顶管，我这边谁干的哦？你个卸了，大家看个卸了。简单的，哎对。你有听到哇？2下就掉了呢。真假吗？你卸妆的时，我感觉我那刚中毒。我是讲什么？我那中毒。我甲你救。你先讲句，你啥鬼啊？你干嘛你？都袂歹食。哎，这神奇哈！这好用诶，我够厉害！你看，你两个在傻眼了啦！化妆品都在上面呢。真正有效。个报一个。但是我讲真诶，伊的皮肤那真好啦，对吧？卸完妆皮肤好。但是多亏你搞我画过来免化妆啊啦，免化妆会时间的啦。时间的啦。你今仔日吼就好耍好食，啊搁中毒，但是呢，中毒。打破。我动作。小姐。你该压落。拍的。你做太高。哎，刚才上去我食到你喷出来的物件。迄是菜，你叫我来投票，你是不是爱去乐山川？真挺爱拿去走，我来讲，你卖个走。好啦，来讨论一个啦，恁来讨论一个啦，是不是爱去耍啦？讲一支笔啦。是。哎，谁哦，咱的啦，你若感觉吼，想要来咱对护理嘛？想要来护理佚佗的吼，你就加一啦，伫老师的面管加一。加一啊，加一就对啦。加一啦，系啦吼，啊若无咱就来走啊。哎，你一定爱投互咱，因为伊的头毛内底拢是。你也食着。我食。等你，我紧来，你紧投票啦！你比阮较多呢。哎，你嘛是呢，这阵哪才无用。啊，算3个字，2、3啊，这一定爱来。加一，哎，加一，你保佑，我加一。老师，完蛋了！哎，我甲老师欺负呢，你甲老师欺负啦！够高级啊！加一。好了，咱去佚佗。欢迎大家来佚佗。来去打波啦！好，来佚佗。观众朋友哦，哎，咱一集哦，真正是失控到不行啦。哎，但是因为大家就想要去乐山川啦。来护理看那个火山泥喷发。